弟兄姐妹平安！哇，今天是星期天。虽然我们在这几周都没有办法实体的见面，没有办法可以面对面，可是呢，因着科技的这样的带来的方便，让我们可以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来敬拜神。而且你也看得到我们也都可以，平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 LINE 的群组来见面，也都知道我们现在过得如何。真的很想念大家，上帝要祝福你们。在今天我们都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预备好要跟我们亲爱的天父、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谢谢耶稣，我们要一起来开口祷告。主，为着今天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来向神感谢。主，虽然现在是下雨天，可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火热的。更特别的是，我们真的是为这雨水来感谢神。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天天领受你的爱。现在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至高的神，相信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保护者，是赐我们信心力量的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我们呼求的日子，神就要应允我们，使我们心里面再一次重新得力。谢谢耶稣，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在这里有平安，有喜乐，在这里有自由，有医治，有昌盛。哈利路亚！我们要开始站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邀请圣灵聚集在我们任何一个地方，圣灵要充满我们。谢谢主，谢谢圣灵。当我们聚集，圣灵的季风要吹来，我们预备领受。哈利路亚！是属灵的季风。
提升我们，看见你荣耀国度。我在这里呼求，渴望见你的面，神灵就启动加好，你要翻转每个教会，复兴全地。属灵的季风吹来，苏醒神的百姓，正在站在位上，为你发光。属灵的季风吹来，掀起复兴浪潮，彰显神的荣耀，翻转时代。属灵的季风，属灵的季风吹来，苏醒神的百姓，起来站在位上，为主发光。属灵的季风吹来，掀起复兴浪潮，彰显神的荣耀，翻转时代。属灵的季风，属灵的季风吹来，苏醒神的百姓，起来站在位上，为你发光。属灵的季风吹来，掀起复兴浪潮，彰显神的荣光，翻转时代。的门，释放真理亮光，生命的心，得到这时代，打开天上的门，释放真理亮光，生命的心，释放这时代。属灵的季风吹来，苏醒神的百姓，起来站在位上，为你发光。属灵的季风吹来，掀起复兴浪潮，彰显神的荣耀，翻转时代。属灵的季风吹来，苏醒神的百姓，起来站在位上，为你发光。属灵的季风吹来，掀起复兴浪潮，彰显神的荣耀，翻转时代。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看见复兴的浪潮要吹起，吹在每一个角落。谢谢耶稣。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都已设立祭坛，每一个家庭我们都看到十字架的亮光。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我们各样的整个你所挂念的、你记得的、你看到的、你听见的，我们就来为这个祷告。哈利路亚！不管你是要为你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或者是我们的城市，或者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或者你认识的好朋友，主啊，那特别那些需要福音的，我们的 best， 我们一起来开口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求你来掌权。主啊，你是我们台湾的主，这是一个美丽的宝岛，你在这里要设立你的宝座，你赐下完全的供应，祝福我们的国家。主啊，我们的总统他有智慧能力，为我们预备带领的是主啊合神心意的，更要放下更多的弟兄姐妹，成为他的幕僚团队。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来祝福我们的防疫人员，我们的防疫人员需要你的智慧。主啊，他们
面对这严峻的这个时间，主更要祝福我们的医疗团队，主啊，他们真的是主啊，能够主让他们每一天所面对的，主啊，他们就靠主得胜，赐他们保护的能力。谢谢耶稣，主啊，祝福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领袖各个牧区，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更要祝福我们的这个牧者团队。主啊，求神你让他们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他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要兴盛。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也为我们的家人守望代祷。主啊，我们的家人不光是我们自己家人，还有我们的最好的 best。主啊，在这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见面，可是我们依然可以用更多的方法来去关怀他们。主，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同心合意。因为神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平凡。这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好多人都还没有打上疫苗，可是我们每一天靠主得胜，我们祷告，我们就打了那属灵的疫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胆怯，因为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每一天我都用这句话来鼓励我自己，成为我的帮助。我们抬头仰望神，让我们跟着主的脚步，紧紧抓住他，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不缺乏。更何况他应许我们，他的恩惠是一生一世。所以我们要宣告，我们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向他宣告，表白我们的心意。如鹰展翅上腾，因为神听见我们的祷告，不管你的祷告是有声无声，他都悦纳。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再一次说，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所有艰难和
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
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是的，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透过我们的敬拜赞美，使我们的灵魂再一次的苏醒，让我们能够自由的翱翔。谢谢耶稣圣灵，圣灵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飞越那所有一切，不管我们今天每一天主还要做什么，主你都保守我们的心，更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知道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谢谢你，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接下来由我来报告。第一点，右昌教会公告。第一小点，本会依照高雄中会的指示，为了配合高雄市政府的防疫规范，教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都暂停到7月12号为止。但是周三祷告会、周六青虫、主日台语和华语场的礼拜，我们都采取线上直播聚会的方式进行，敬请大家务必配合。第二点，线上聚会期间，敬请小组长配合以下2点：A. 请回报各组线上聚会人数 ；B. 学青牧区和儿童牧区的小组长，请务必帮助小孩子做到奖学金申请的规定事项，以免影响孩子的权益。第3小点，虽然在疫情期间不能实体聚会，但请弟兄姐妹仍然善尽上帝儿女的本分，尽力做到以下5点：聚会不停止，祷告不停止，传道不停止，行善不停止，以及奉献不停止。第4小点，教会也鼓励兄姐利用以下2种方式来奉献。A. 各项奉献袋可以自己集中，每个月1次拿到办公室来奉献。B. 有参加小组的兄姐，如果小组长方便的话，可以协助代收及代转。弟兄姐妹的奉献也可以利用周报封面的银行账号奉献，不过请记得转账之后要联络办公室陈佩芬干事，告知奉献项目，以便周报登录。第5小点，在疫情当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小心防范，但不要惧怕。请大家更多祷告，更多彼此关怀，以实际的行动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2点，因为疫情关系，停止实体聚会和小组，但抢救灵魂不能等，关怀不能停。本会特设计了一份一起认识你的表单，让教会可以了解会友近况，请各位兄姐帮忙在线上填写资料，也请小组长跟进小组员填写状况。第3点，本会6月推动复兴祷告小组早祷会，感谢大家的参与。从7月开始，每天早上5点半将继续进行线上早祷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第4点，109年度捐献证明收据已经开立完毕，若有需要索取收据报税的弟兄姐妹，请到办公室来索取。第5点，本会为了庆祝社教70周年，举办右昌教会设立70周年 logo 设计甄选及歌曲创作甄选活动，欢迎在这方面有专业的兄姐踊跃报名参加，详细报名表请洽办公室索取。第6点，因为疫情关系，6月份长职会延到7月4号下午3点半在线上召开，敬请各位长职及单位同工届时留意参加。肢体消息：第1点，互助社第1小点，社员安心低利贷款12万元，年利率2.4%，即日起到8月31号截止。第2小点，
社员在职军警公教贷款30万元，年利率3.6%，即日起到11月30号截止。第3小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年息1.8%，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或转贷，请向互助社洽询办理。第4点，日本家之光协会举办第29届世界儿童绘画比赛，请本社6岁至12岁社员踊跃参加绘画比赛，收件至7月23号截止，欢迎向互助社洽询。第2点，2点商讯。第1小点，本会刘桂梅姐妹的公子萧伟翔弟兄，6月14日因身体感觉不适送医，后来被诊断为心脏主动脉剥离，在长庚医院接受手术后，不幸在上礼拜五6月18号晚上蒙主恩召安息主怀，并定于本主日早上7点半在私立殡仪馆举行纳棺告别火化礼拜，下午1点半在大寮基督教感染园举行安葬礼拜。第2小点，本会李日昌弟兄的母亲周锦霞姐妹在6月14安息主怀，已经在6月24举办告别式。以上愿主安慰遗族，也敬请兄姐关心代祷。第3点，喜讯，恭喜本会曾威志和郭贤林夫妇弄璋之喜，愿主赐福。以上，接下来是信息分享的时间。今天的讲员是何爱珍牧师，他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何牧师。心给你成全，感谢主，上周我们在献诗的时候颇受好评，因此在这个礼拜天，就在今天此刻，我们加码，我们一起用诗歌，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是我的，是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
时，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是我的，是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平安。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8章5到13节。马太福音第8章5到13节，由我来攻读这段的经文。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来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第10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遇到自己的不舒服，身体上的不舒服，或者是说自己有生病这样子的经验。一般来说，大多数的人他所遇到的这些不舒服，
都是一些小问题，譬如说感冒啦、头痛啊、发烧，或者是肠胃、五脏这些六腑等等这些内科方面的疾病。当然也有一些是姐妹们遇到的不舒服，譬如说可能是生理痛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些不舒服是因为外力所造成的外伤，譬如说刀伤、挫伤、那个凹青、扭伤、闪到等等，这些比较小的不舒服，并不会立即的造成我们在生命上的一些威胁，也不会造成我们在生活上太大的不方便。只要我们擦一些药，或是给他多一些的时间让他休息，这样的不舒服，这样的疾病很快就会痊愈了。但是当我们遇到了比较严重的这些病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医院，要去找专科的医生来帮助我们来治疗。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中，就记载了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当时他罹患重大的疾病，就是瘫痪。在他身体受尽折磨之时，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他的主人是怎么样来帮助他，让他可以得到痊愈的呢？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经，我们需要去前后文做一个对照。所以当耶稣他在遇到了这位百夫长，他要医治这个百夫长的仆人之前，其实耶稣已经经历了40天的禁食的生活，而且在这40天当中，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之后呢，耶稣就在加利利就呼召他的门徒，呼召学生来跟从他，也在各个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最后呢，耶稣就上了山，将天国的八福，还有基督徒的品格，教导许多愿意跟随他、听他话语的人。所以当这一些的服事告一个段落的时候，耶稣他就下了山。但是当耶稣他下山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下山，其实还是有许多的人继续跟着耶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们就好像是耶稣的粉丝团一样，耶稣去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所以跟随耶稣的人，除了耶稣的学生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跟随着耶稣，他们是带着不同的需要，带着不同的心态来亲近耶稣的。有的人他是带着一个单纯的一个很饥渴的心，预备要来听耶稣的教导。有些人呢，只是充满了好奇心，好像听说耶稣很厉害，但是不知道厉害在哪里，我们来去看看。所以是喜欢去跟人家凑热闹，充满好奇，想要看耶稣行神迹。耶稣到底是怎么行神迹的啊？想要看看、听听看耶稣所分享的、所讲的这些教导，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在7章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圣经记载，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这种人就是因为他过去没有听过耶稣的教导，所以他觉得耶稣的分享好像很特别哦，很不一样哦，所以感到很稀奇，觉得很奇怪。但是也有些人，他是因为生病的缘故，他是因为被鬼附身，他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他盼望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也是有这样的人在其中。这样的人也是今天早上我们在经文中所要特别来关注的人。第
第8章一开始就记载了耶稣他伸手去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而且耶稣使他得到完全的洁净。现在好不容易耶稣才刚来到迦百农，都还没来得及坐下来休息，就继续要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8章5到6节。5到6节，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迦百农是耶稣头一个出来传道、传福音的地方。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前脚才刚踏进来这个迦百农，但是他的后脚就怎么样？马上就有人来找他了。而且这个主动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是一个外邦的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不是以色列人哦。而且这个外邦的百夫长，他不是他为着自己的问题，为着自己的利益要来寻求耶稣的帮助，不是的，他乃是为着一个躺在家里面身体瘫痪，正处在那个极大的痛苦当中的仆人来求耶稣的。这个百夫长他期望能够透过耶稣，让他的仆人快快的得着痊愈。或许我们可能会想说，这个身患重病的人只不过是百夫长他家中的一个仆人嘛，又不是他的亲人，对不对？他有需要这么来劳烦耶稣吗？是仆人呢，不是家人呢。百夫长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仆人特别跑去找耶稣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样子的社会，你只要是有钱的有地位的人，他们的家中都一定是有仆人来服侍，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这些仆人可以说是主人的财产之一，充其量仆人只不过是一个财产，但是一个高高在上可以管理100人的军事的官员，真的有那个必要为了一个仆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费那么多的精神去找耶稣吗？原来啊，这个仆人不是普通的仆人。当我们如果回到希腊原文的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马太，他希腊文用 pais 这个字来写仆人。pais 可以翻译成小儿，或是仆人，或是小子。从原文反映出，这个百夫长对这个瘫痪的仆人的态度，不是一般的主仆之间的关系。百夫长并不是真的把他当作一个仆人哦，乃是将这个仆人当成是他自己的孩子来疼惜。难怪当这个仆人病得这么严重的时候，百夫长的心会那么的焦急，他会这么的烦恼，心里非常的舍不得，甚至为了这个仆人，哇，千里迢迢的跑去找耶稣，去寻求耶稣。一听说耶稣来到迦百农，马上就跑去啊。我们也知道，按照当时的医疗的这个技术啊，根本没有办法成为这个仆人的帮助。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百夫长只好将他的需要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应他的。当这个百夫长把他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怎么回应他？耶稣在第7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哇，真是令人惊讶。我们看到了吗？耶稣他竟然没有推辞，没有拒绝这个外邦的百夫长的请求。我们不知道耶稣走路大概走了多久，他都还没有休息，就有人来请求，就有人来寻求帮助。耶稣竟然没有说
让我休息一下，让我坐一下。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经文中没有记载这个百夫长跑去找耶稣的那段这个经过的那段路到底有多远，来往行走的这样子的路程需要多久时间？圣经当中没有特别的交代。但是想想，在当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的情况之下，不管去到哪里都需要用走的。耶稣竟然主动愿意去这个百夫长的家，去帮他的忙，去医治那一位情感上如同父子关系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像这一位百夫长一样，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大有全能的主耶稣，他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他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遇到的问题。当主耶稣他提醒要前往这个百夫长的家，要去医治这个仆人的时候，经文却出现了令人感到很奇怪的地方。想想看，当我们生病了，很不舒服，要去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当然是去医院挂号啊，让医生检查看看我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我们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所以当这个耶稣主动要前往百夫长的家，要去看一看这位瘫痪的病人，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嘛。你要知道他的问题，你要看看他的状况，你才能够对症下药嘛。为什么百夫长在这里却要阻止耶稣？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他阻止耶稣前往他的家。我们继续来看经文第8到第10节。第8节，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人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个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原来这个百夫长不愿意让耶稣去他的家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第8节百夫长所说的，他觉得我承受不起啊。百夫长觉得他承受不起，他不敢当，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劳烦耶稣呢？他真的很不好意思，所以他不希望这么的劳烦耶稣。而且耶稣他也才刚从加利利回到加百农，不知道耶稣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很疲倦了？如果说还要跟着这个百夫长去到他的家，这不知道还要走多远，也不知道还要花多少的时间才会到这个百夫长的家。所以百夫长这个拒绝，其实对耶稣是一种体贴，是一个好意，不是一个拒绝。第二，百夫长会拒绝耶稣去到他的家，第2个原因是因为他曾经听过见证，他知道耶稣是一位能够行神迹、大有权柄与能力的主。耶稣有办法解决人一切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百夫长的心中他有一个确信，只要耶稣一句话，他的仆人就会得到完全的医治。只要耶稣的一句话，他的仆人就能够得到释放了。只要耶稣的一句话，他的仆人就会完全的好了。阿们，阿们。所以耶稣根本就不用去到他的家嘛，耶稣只要讲一句话就行了嘛。
在第9节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第9节的这一句对话，是百夫长用他在军中管理人事的方式来看耶稣在医治人的权柄的一段的对话。百夫长他知道说，如果他下了一道命令，他下面的人呢就一定会遵照他的命令来做。那如果说是百夫长他的上面的长官下了一道命令要他来做，同样的他也需要照着上面所吩咐的来行。所以他只要耶稣的一句话，仆人的疾病就要得到完全的释放。只要耶稣的一句话，就会得到全然的医治。弟兄姐妹，请跟你旁边的家人说，只要耶稣的一句话，我们就会得到释放。只要耶稣的一句话，我们就会得到释放。这个话语所带来的力量，就好像在圣经创世纪当中，当上帝在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上帝是用话语，上帝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要有光就有光，要有水就有水。那天上的水地下的水分开，说分开就分开。亲爱的弟兄姐妹，话语带来能力，话语带来力量，上帝的话就成就了创造出整个世界来。所以在第10到第12节，耶稣听见这个百夫长的话，一方面称赞这个外邦的百夫长怎么有这么大这么强的信心啊。耶稣除了赞许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这么的强这么的好之外，其实同时耶稣也是在责备这些犹太的百姓，他们的信心不足。虽然一开始外邦人他不是上帝所设定的选民，虽然这些外邦人他们也一直遭受着来自于犹太人对他们的轻视，甚至犹太人也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往来。但是这个外邦的百夫长，这个外邦人，他对耶稣却有着极大的信心，这样的信心甚至超越了犹太百姓对主耶稣的信心。也正因为这样，让原本没有办法得到救恩，原本排在救恩的门外的这些外邦人，反倒成为上帝的选民。在11节跟12节就有完整的说明。11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2节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啊？这2节的经文是在说明，将来外邦人要怎么样？他要从世界的各地，他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不同的地方，他们都要进入到上帝的恩典的天国里面。而且这些外邦人，他们要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在天国里面享受上帝恩典的宴席。但是那些原本上帝已经拣选的犹太百姓呢？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的信心小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舍弃了耶稣，所以原本是属于他们的救恩就与他们无分了。等到末日之时，他们要被赶逐出去，永远离开上帝恩典的宴席与乐园，永远处在那个黑暗当中。13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不要再等了，请我们不要再盯了。别忘了，我们有主耶稣可以依靠，将我们的需要，将我们的难处，将我们的哀
伤我们的身体的病痛，将我们的身心灵所有的问题全部通通交托给主，通通都卸在耶稣的脚前。阿们。别忘了主耶稣曾经说过，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了。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同声来开口，我们要来向我们的主呼求，我们要一起来敬拜。弟兄姐妹，把你的需要完全交托在主的面前。你累了吗？你累了吗？好不好？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主啊，让主帮你去承担啊。我们没有办法呀，主要帮助我们，主要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一起来呼求。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远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哦，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举起你的手来敬拜，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而垂听，奉主你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艰难的君王。我们说出我们呼求你名，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我欢迎你，你必睁眼看着而垂听，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艰难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弟兄姐妹们，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先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心中放不下的事，我们通通放在主耶稣的面前。不要再逞强了，不要再盯了，让主耶稣来为你承担，让主耶稣卸下你肩上的重担，让耶稣来帮助你，让耶稣来安慰你，让耶稣来医治你，释放你。睁眼看，侧耳听的主，他要来垂听我们的祷告。
阿们。就是此刻，就是现在，主耶稣要来恢复你，主耶稣要来恢复你。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声，我们要大声的来祷告。1、2、3，我们就开始。1、2、3，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再一次摆在主你的手中。哦，主啊，是的，我们已经背负了那个重担，背负许久了。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你卸下我们的重担。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需要完全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要再靠我们自己了。主啊，我们不要再靠我们自己了。主啊，靠着我们自己。在电视机前，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有声音无声音的祷告，主你都要垂听，主你都要垂听每一个人的祷告。主啊，每一个人带着他的需要来到你面前，主你总不撇弃，就好像这个百夫长一样。主啊，他将他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他很不好意思求主来去到他的家里，但是主他带着极大的信心。主啊，只要你一句话，主我们只要你一句话，主啊，你说肯就肯，主啊，你说行就全然的医治了。哦，主啊，我们的信心虽然小，但是主我们要把握。主啊，就是那个原则，将我们的需要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呼求。谢谢主，谢谢我们的神，求主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同心祷告呼求。姐妹，我们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举起祷告的手。今天早上，我们刘桂梅姐妹的儿子，肖伟祥弟兄，已经举行了入殓、火化、告别式的礼拜。这个家庭需要我们继续用祷告的手来托住。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我们在线上、在网络直播的弟兄姐妹，我们共同为这个家庭来守望。我们不只是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不只是为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周围我们的姐妹，我们姐妹的家庭遇到的难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着桂梅姐的家来祷告。下午伟祥弟兄要举行这个安葬的礼拜，所以我们也特别为着安葬礼拜整个程序、整个礼拜能够很顺畅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合宜的天气。我们为着桂梅姐祷告，愿圣灵厚厚的安慰，圣灵厚厚的托住他们，即便在困难当中，他们不孤单，有我们这群属灵的家人陪伴他们，在后面为着他们祷告，有主时常与他们同在。好吗？我们同心来为着桂梅姐来祷告，为他们的家庭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声。主，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主，我们除了为我们自己的需要，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要将我们所爱的姐妹、桂美姐妹，我们要求主来全然托住她的家庭。主啊，她的儿子日前身体不适，蒙主恩召。主啊，你来安慰这位母亲的心，安慰母亲的心。圣灵啊，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着我们的姐妹祷告。主啊，她是我们的家人，她是我们属灵的家人。哦，主啊，你厚厚的与她同在，安慰的灵对她说话。主，你对她的灵说话。人的安慰有限，但是主只要你一句话，主啊，我们的姐妹她的心就被神摸着了。主啊，她家人那个哀伤就被神你亲自来抚摸了。主啊，让他们定睛在那个未来我们在天上的相聚，特别将下午所要举行的这个安葬礼拜仰望在神手中。主，你拦阻一切没有办法顺利进行的。主要让今天下午安葬的礼拜，主要带给所有的家人极大的安慰。主，我们求你来恩待，求你来恩待我们的姐妹，恩待桂美姐家中的每一个亲友。我们特别将他们提名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愿你来垂听，愿你来成就你的旨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要来为着缅甸能够早日恢复民主，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列国来祷告，为着他们在这个国家能够正常的来运作来祷告。我们要为着在东南亚有印度、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等地方，他们也深陷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也要为他们来守望，也要为着我们台湾我们的疫情在昨天的新闻当中因为境外的移入，所以在屏东地区其实又有人染疫了。当这个染疫的数字没有降下来之前，其实要解封是有它的困难，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祷告的手，我们继续为着我们的疫情来祷告。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来守望，为着我们教会今年度的成长目标，不管是在聚会的人数、小组的人数、祷告会的人数，甚至于我们在奉献上面，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突破。我们先为着列国，为了缅甸，为了东南亚国家罹患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为着台湾的疫情来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继续来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同心来祷告。主，睁眼看，侧耳听。主啊，你看到我们的周遭的国家，主啊，缅甸需要你完全的来掌权在其中。主啊，他们的军政，神你赐下和平在其中，让他们能够有好的对话，与百姓不再用武力相向。因为当他们用武力相向的时候，主啊，有许多的百姓都受到极大的亏损。恳求神你的和平领导，主你的和平领导，主啊，你让缅甸这个国家能够早日恢复以往。主啊，让他们的政府百姓都能够安居度日。主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平安，你的美意本是和好。我们除了为了缅甸来守望之外，我们也为着东南亚地区邻近的国家，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等这些罹患严重疫情的国家来祷告。主啊，求你来恩待这些国家，主啊，恩待他们的百姓，恩待他们的政府官员。主啊，当他们的政府官员在为着他们的疫情来努力的时候，神你就加智慧，你是加添给他们心力也让他们的疫苗能够足够的来施打。主啊，将那个疫情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你来帮助整个疫情能够舒缓。主，我们也是继续为着我们的台湾来守望，不管是北部，
中部，甚至是昨天我们的南部屏东的地区，主啊，又有境外的一路感染。神，你是赐平安的神，你是施怜悯的主。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主啊，让这些人的脚不再到处乱跑。主啊，你停他们的脚，停止他们的脚。主啊，开始学习成为一个愿意乖乖守住自己的脚的一个人。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国产疫苗的一个顺利的产生也献上祷告，你赐给我们相关的人员所预备在制作这个疫苗第3阶段的试验，主啊，都能够顺利利，以至于我们国家能够来量产。主也透过各国的协助，不管是日本、美国、立陶宛，主啊，当他们愿意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求主特别纪念这些国家，使用他们所捐赠的药物，让我们所施打的百姓，主啊，他们的身体能够产生极大的抗体，让这些所注射的这些疫苗能够发挥最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药效，让我们的百姓身体能够健壮起来，有很好的免疫。主，我们也再次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神手中，在人来看很难突破的成长，但是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就将我们聚会的人数，我们礼拜，我们小组，我们祷告会，我们会员增加，主啊，你都来为我们预备。主啊，为我们预备，即便在这困境当中，弟兄姐妹们，主啊，他们的收入都减少了，但是主，我们对你的爱与回应不减少。主啊，在奉献的事上，我们要发现神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谢谢主，谢谢神，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祷告交托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呼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睁眼看，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你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我高举你，复兴这里，全然离去我们欢迎你。继续为着我们的教会外长的事工祷告，为着身体有欠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要听，侧耳的来看，睁眼的来看，侧耳的来听。不要忽略你的祷告，不要觉得你的祷告很微小，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就差你一个，就差你一个，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继续为了我们教会的外展事工，神帮助我们。好，当我们脱离了这些疫情之后，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一个新的突破。神也要透过祷告要来突破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神啊，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所推动的外展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主啊，能够有所果效。虽然现在是一个极大的难处，但是主，你帮助我们调整我们服事的步伐，调整我们服事的态度，也调整我们的关怀人的方式。主啊，你也让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有疾病的，主啊，那些在恩养当中的，主啊，不方便出门的弟兄姐妹，主啊，将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全然的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无论是开刀手术后恢复的，主啊，全然的仰望交托，因为你必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的神，你的神迹要在此刻也要运行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主，谢谢神，恳求你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线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我们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同心合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上帝的能力要充满你，弟兄姐妹，上帝要让你看见我们所信的人，所信的神是大有盼望的。继续在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不要放弃。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赐你们平安。